这些宋江的相关的历史文物，非常详细的在当地呢做这个传承推广，而且呢这个发扬宋江的一个文化。所以我们在今天所看到的这一支，真的是也是全大陆唯一有我是以全女子所主持的宋江社的哈。所以不分你我，宋江的文化在全世界发发着，靠着这些小港集团的一些我们的同学，还有呢这些呢年轻的好地震的，哇，非常的雄起了。所以我们这次的大会呢，也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地震交流，同时为我们这个宋江文化在做上发扬传承，也利用这样子一个大会的平台，也希望呢可以互相的学习关注哦，也可以增进爱的情谊。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呢，我的贵宾，还有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很难得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这个舞台呢，哇，这个是呢。来自于呢，我们呢跟你我大家一起都为了宋江发扬鼓励的决心啊！还有呢，我们呢看到了宋江镇，还有他们不同的特色，以及呢一直坚持在舞台上面呢演绎的。所以现场所有的朋友，掌声掌声！给我们这些地震的每一份子热情的掌声鼓励。哇，兵器呢金像罗列，由我们头旗双斧带头，队伍分成2列，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蜈蚣阵。虽然在我们高雄内门外地所看到的蜈蚣阵的，我们的队员呢所持的说是呢不大10枚棍，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他们呢往各自的兵器呢通通都带上场了这个宋江镇的这个阵法的操作要浓缩精华。
我们的盾牌护身，右手呢拿短刀出。
好，继续让现场网友掌声为我们集体加油！好了，赚喽！放老厉害喽！真的很精彩哦！哇，从早到现在呢，接近中午时分了，后台还是锵哦！哇，气势非常。哦。通过不同的变化跟一个转变，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地方呢，有宋江镇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哦。哇，在我们的高雄店呢看到的是王宫野草一中围的，而且他们呢，哇，一分有气啊！开始的他们的哇，自己的路上，看他们的特质哈。拿着对齐。红旗，哇，这是呢，什么队伍的灵魂人物？水浒传的宋江主题的烈火旗。哇，是整队的这个全队呢，头顶巨重，双
观众，新闻有看到的朋友，大看照片来，那么照片还有影片传下去。棒了棒了。媒体给他分享一下，线上打不上打，真的好看。好看好看。哦，棒了棒了。好看，主持人都参赛。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今天厦门，哇，这个少年宋江镇，他的那个新团宋江镇。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大家都是正子号。哦，棒棒，棒棒。哇，好厉害！在文武区镇里面，宋江镇就是古镇里面呢相当具代表性的哈。这是我们今天在舞台上我们看到了，哇，来自厦门的这支女子宋江镇呢，现在很多呢观看的这些小朋友啊，这个嘴角呢，哇，都微微的上扬。哇，这非常的哇，这个孔武有力的这阵法跟兵器的操演，哇，这个武术的展现的同时呢，又多了一分呢，哇，女生该有的像这个第一型的呈现。所以宋江镇呢，不只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更是一个民间艺术的一个传承。我们的台湾呢是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他说呢，这个哈，古今多红，他跟新的广，那古今古红，他就正好正风哦，真正的人知道，每一个地方为什么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呢，就是有带一点文化，显上传承感。所以呢，哇，在地的呢，很多的这个老一辈呢，最在意的就是这个地方文化的一个推广。所以像是这个宋江镇啊，镇的文化，真的是要大一大的来宣传。古今时空啊，正朝社会空啊，就是满满的激情哈，这个在地文化的一个展现。这还是啊，我们最骄傲的上海市的第一人。所以呢，听歌听得出来。哦，好棒，好棒，好棒啊！谢谢，哦，好棒，好棒啊！哇，除了呢有来自于厦门台湾少年女子宋江镇，待会呢在舞台上面呢还有来自于福建省艺术群协会，以及我们河南松山少林寺的武僧团。
都是我们这次大会的这个两岸武术义政大会员呢，哇，来到了我们大会的谢义的单位呢，但是我要继续在舞台上面接受我们大会的义政的这个奖杯感谢了哈。那当然呢，在他们欢迎上台之前呢，必须重复一下哦，你有真的停在一间餐厅吗？6833车号6833的朋友，赶快移动。